然後我 share 這個 link 到啲 Facebook 會 hang out live。Oh shit！ 我 share Facebook 嗰陣就 start 啦。Facebook。Oh sorry。Publish OK 誒唔可以通啊，等我陣啊 from music。係啊，各位聽眾，我哋歡迎來到等嚟邊嚟學見嘅節。哦，是唔貴啊？貴個數啊，未記這是貴嘅個數，這禮拜我知，貴嘅個數，這禮拜特別嘅品質。老椒青雞 ，Hello，歡迎了個老椒我地都，個老椒南西，講了個老椒頭嘅。咪頭啊，令個 B 哦。個老椒多粒頭。安寧。了個日本鏡老椒日本鏡。Hello，大家。有鏡你先，了個當佢們老笨老椒咧，大蘑菇歡迎。Hello，報名啊，幾日出嚟啊？嗱，退路啊 ！OK， 我被飛機殺唔掉。哎呀，等陣 share 我飛機落音，我飛機落咗未 ？OK， 所以我今日 YouTube 我諗緊看到你 miss 掉機。阿咗好彩啊，都個 YouTube 啊，剛剛鋪嘢嘅個。鋪嘢我 start 啦，我 start key， 我頭 start key， 我咪我突然鋪你 audio 半段，等陣。哎呦，果然大。等陣。關係的好。各位聽眾，這個禮拜我無袂記，講這是幾個 episode 我會記。這禮拜我特別特別就是老椒青雞、老椒大粒頭、老椒我地都、老椒青豆嘅老椒、南西老椒、日本嘅嘅老椒、大蘑菇，我無袂記。我怎麼的無袂記錄音啊？都去到啲 YouTube 嘅，啷佢 YouTube 嘅看我袂記啦。各位聽眾，哎呀，等陣無 mood 啊，無 music 嚟，這個禮拜我咪講幾個故事，就人我幾個故事嚟同人講，讓聽到咪新嘅幾個故事。我哈，講咩？安德你先接。我講個愛。哎呦，聽到。你先接出啫。你講咩來說咩？你愛。你知道學我看你 video 咪話真是驚。哦哈，對。根據是。當我看過，最近揸到英國最學堂嘅位啊，講伊看到物件背嚇呢。㗎背啊，白到落下。物件翻，不嬲看過哦，到 Facebook 位。你有每佢睇。呢條成我拍 video 嚟啊。對，你 security camera 係咪啊？即刻有啦，有記者有看到啦。
我是講嘅啦，我講嘅。第二类咯，個第因為頭一類嘛，頭一類做咗貴，一個出第二類。伊 feel 到淡薄成個想，伊想做啥？誒 element 嘅了，安尼濟啊！我看幾個 documentation 佢哋真正少講樣嘅 document 掉，安尼濟 activity at the same time，一個接一個安尼病嘅咋？我唔捌看過安尼病，所以我 feel 到淡薄嘅。嘅係啦，因為嗬，即係冇安尼出力，冇嚇，安尼刮咧，伊冇安尼刮，冇安尼講咧，真係。唔使你想將接觸。係咯，我日放掉我電話咯，我手掉俾驗掉我電話。啲時間你唔使你緊，你 connection 係成個事。可能唔知我聽到兩個本事對喎。係咩？你聲問一大聲問一細聲問一大聲問一細聲。未必而家隻是鬼嚟咯。切！菜，冇我講你學凳嘅，了下，南西都是試會咯，好冇安尼多啦，你啫。聽唔到一樣。講你南西冇面出嚟做到話對呀。未掉本啊？一對你 connection 成個錄話會哦。冇啊，白佬咧較好，一接觸啦，較好，白佬較好。較好淡薄。我是接觸。嗱，未本。未本啊？未做下啊？Internet line。我掂個兩樣先喎。嚇。แล้วตอนนี้แล้ว iPad อ่ะ iPhone iPad 啊，我聽你嗶嗶啵啵我 quick 㗎啦唔驚有 OK 停止嚟我俾聽到我見到看你愛困所以我就成講幾嘢 Actually 冇蝦米啊！先就 last time。แล้ว英國將人對咱冇去參加我嘅朋友冇聽到幾嘢有停止但係冇乜有嘅呢個是真係冇你會叫我甲你講我係九點我係政府講嘅咧你一點咧我講要叫伊叫伊 office 嘅人freeze 伊嘅CCTV 了看伊個 CCTV freeze 起來看，無啥物名啦。像個有人個頭呢，特別無啥物名，都唔知。我甲伊講，伊笑我，伊講是你 imagination 呢。你信乎啊？你信乎冇相信咩？伊無相信啦，定叫佢。特別你講無相信都袂咧，我甲伊講是像個。Dust mode 伊講阿未到 dust mode。又唔使你講咩？我講佢哋善乎，是唔是啊？善乎。伊唔加甲你白笑嘛？伊甲你白笑，我嘛講係18。點知伊甲你講是啊？有啊，本件啊，有啊，冇我甲你講迄個靚啊，講伊大去伊個 apartment 私人間嘅邊啊，伊人可以大 for free 啦 ，because 伊做工去嗰邊嘅。伊驚伊唔敢大咧搬出了。講伊物件，即係嚟是伊物件。伊搬我下面個撥落來破了，伊就係驚伊沙本成個人立，可以沙本出。邊啊？我車去。特別係南西，我頭講話隔壁嘅你會記哦，南西。Hello， 南西。意思係冇咩好事。你講我隔壁，你講你看住佢哋啊！伊人死嘅人買迄個厝了啊，修理做甲真正水了。
啊， 7個月了，都冇啊， 7個月了，伊要睡，伊要睡，互人幾個人來看厝啦，特別無成，無人要睡伊厝。你冇叫南西去看看個喎？嚇？係咩？你冇南西去看看個喎？唔係啊！你個搶著南西係咪我唔係？伊好似今我去外面啊，伊厝主來啊，伊來跳起來，我問伊看，我講亂要搬入去，伊講無啦，我要睡厝。伊問伊看，你阿個這邊會趁入去？我講我嘛哪會知？你做緊呢水咧，我就無入去看，我嘛哪會知入去？啊，你叫你自己看。我買入去，送我互我女我都買入去。然後我都話你搞你電話嗬，你搞你 camera 我靠已經出啦。笑了我咧 camera 將你個掠到伊啊，我舉 camera 入來做啊，甲我做破啊！你 upload 去 iCloud。佢咧厝我甲賣這個啊，伊起甲真正水啊，起我搭過一樓啊，3層樓的啊，賣啊，小未好事，小未好事。水果嚇？南西你 rejoin 看看嘢你 rejoin 你 reconnect 看嘢，較好事哦。我而是你 connection 是100%。OK， 咱們別人幾個數，大概我地都，我大莫哥一本鏡。嗱大莫哥嚟講，大莫哥。啊，就我頂一擺嘛是甲你講，我細漢時會看到嘅咯。對。所以我 actually I think 我是差唔多到啊半，我嗰陣時當青草行入邊嘅我睡，等佢又應該我嘅厝就是垃圾嘛，所以我諗個了半厝咯。青草行嘅哦，點樣？แล้ว我青草行無大了，我咪搬去即個 super 頂嘟。邊啊，後邊個嚇，所以我去買後邊嘅一個 flat 咯，嗰層樓嘅啊。我知。嚇，แล้ว頭伊是叫Taman Ruby 嘟。哦。嚇，後邊個，所以 actually 頭大是 OK，แล้ว大一層啊，感覺到講無咪會好勢哦。等陣，我使唔使 remind 我講你講頂到時青草行厝是唔是講講你有到嘅，是唔是都唔是？冇唔到是別人。是話，你厝係咪物件？你到底你厝了無是啥物件？你看到沒有別記？我是講青草行嘅厝，細漢時到底上一個微博多咯。哦。你唔知是唔是我隔壁啊？而家我媽講佢嘛，講我隔壁啊，你做頭毛去水啊，水我隔壁厝啊是嘢，你就我講學幾大師嘅。還沒落。你才講老名嘅，我先。老名而家一晚咧自經厝。哦，對啦，點解不是？點解不是？哦，唔是啊，冇上樓。唔是。聊。我點解我冇講過咧？這個是。誒，點解不是是青草行嘅位？對。聊怎多麼講？แล้ว我嘛是搬去迄個新嘅厝啊咯，頭大是 OK，แล้ว過咗一陣時，今日就無咪好勢咯，成日有陣時你啱咪看電視機嗬，伊些風險一個烏影啊，對你頭前嘅款啊，真清楚會看到咯，但特別因為我嗰陣時係因為我會看到垃圾物件嘛，所以我唔敢一人困嘅，我特擺時間。是，我想 mute 掉，你 mute 掉去。要驚咯，你 mute 掉去，伊個聲 mute 去。但我講你咪 mute 掉去喎嗱。是咩？嚇。伊聲啥無去。mute 唔是有一個紅色嘅，你講咪，你係。
我看到，我看到伊个啫，要驚啊！特別你看大名就準嘅咯。我看到依家做嘅小演員，那是 mute 的。來啊！還沒數，咁就外面。當我講嘅未？來啊！不，我等一下，OK。當我講嘅，我先係較好。哦，南西好啊，much better，較好了。當我講來 continue 講。嚇，你聽我講得咯。但我就是你講一句咧，好像 milky 啊。你講咩？你講咩啊？你講？你看電視機啊，看到惡死嘅啫，就冇嘢。哦，你講了嗬。嚇。有，因為我細漢時我應看到啦三物件嘛，所以我冇咪家一人困。對嚇。嚇，所以我甲我爸母伯伯困一個房間我困頭殼。咧有一暝是困了。我今日就講我急救了咋，我嘛是起來咯，起來我開房間門出去了，一開出去了，我就今日就講我人家袂爽啊咋，แล้ว我嘛是，我是你幾歲嘅？哎呦，嗰隻喵啊 ！Oh my god， 嗰隻喵啊！成個咪講啊，你肯啊？伊家己伊 mute 啦，是伊 computer 家己 maybe computer mute。一個老講話特登 recording 到我喺你數咧。係啦，阿 mute 啦。接教即係 topic。你家己，哎呦，對起啊 ！Oh my god！嗱，冇辣晒咩？嗱，今日即係 topic 嚟嗬。topic 嗬，就是十幾隻一年嗬。咱個呢一年就特別有嘅嗬。誒，唔知是。咱唔知換伊，有時我特禮拜換伊無上 time lock，唔知會有影響啊。嚇！你看特別你看 ，OK， 唔要緊啦，當然 in the meantime 是你看乜嘢？你看我攞。出去冇唔是。Hello buddy，Hello boy，你看伊個我攞。即係我攞，你看伊錢掉啊？伊目睭，伊目睭佢。尖落開埋咯。細樣，冇啲嘢喎。我 OK 最近嘅是我 office 本只謝咧，定到做家只姑娘，實甲我講伊佢哋我哋試啊。嗱，hello 對嚟啊，當乜個？嚇，還沒數你看。唔知咯，喲，問驚，講了聲。我嗰陣講得多咗了。你講我家己而家講佢數咯，我未錄幾歲，我未錄阿家幾歲是啊是。哦，我中學 OK。嚇，了。如果你急了，你起來你咪。嚇，你話啥冇好事？嚇，對，我就係出房間門啊嗬，我人只坎坷咯咋。嚇。แล้วว่ามันสิ向在經行去哦，行到一半剛剛走開時，我有呢是規人被失去啊咋。哦。แล้ว我嘛是並頭被妹妹對房間咯。嚇。但係我 feel 到一個辣啊，十個頭啊，แล้ว規你ลอง落去伊係你成都咯咋。喲。แล้วลอง只ตัว啦咧嗬 ，after that 我唔知人啊咯。但我就聽到我爸個我媽弟弟講我弟弟叫我，但我就聽到我爸講，別啊，伊失去啊。但就樣就跟我去面場啊，但 after that 我聽到我媽講我 I think because 我急救嘛，所以我留住我咯。哦。then after that 我媽去問人講好我咯，然後叫人講嚟咯，然後人講我厝嗬，我好一間厝 actually 是。成個some sort like 伊人鬼嘅一個 passageway 啊，讓你落下啊。哦，成個阿龍啦，成個阿龍嘅厝啦，嚇。讓後邊接觸嘅一個。所以我睇一間厝嗬，我特擺看到物件嘅話。這是到底車廠行嘅一間啊？冇，係你。哦，對啊，你Super Tank，你第幾樓啊？第管一樓5樓咯。那就是我發生嘅一物件嗬，過後我媽本別大漢啊，所以我人搬厝哦。我搬嘅時，我買好一個本是當人嘅family。哎呦，嗰隻 Milky 啊！嚇。OK，แล้ว
我人未去啊吼，過後是到對來看我人嘅厝嘅時候 I think 佢哋 family 本有拄着物件本來應該了，伊厝吼釣鵝雞啦，個釣係咪食嘅雞嚇咯？香港雞啦，嚇，紅光嘅雞哦，嚇你咯。紅光雞是釣開，唔知要素還是釣開保庇啊？是唔知喎，我食嘅喎，我看到有鵝雞嘅咩嚇？有幾那好款嘅食嘅。鵝雞是係咪素？冇貨冇幫佢。OK，不要緊的啦，冇插嘅啦。No， 冇相識冇幫冇相 function 嘅一方，但是我冇錯啦。你係記鵝雞是做咩哦？但是我冇錯啦。即係就是我家己 interpretation 啊。鵝雞就是伊嘅 elite guard 賽。elite guard 係咩意思？成日講你 elite guard， 伊嘅 vanguard， 伊嘅比較 aggressive 嘅兵啊。所以特別較巴辣嘅啦，辣較巴嘅即啦。伊人 for， 伊人我想你講 elite， 我想你 elite class， 你睇 upgrade 去 business class 啊。你看一間啊，你看伊嘅效果，你看一間。哎呦，對啦，台灣梅路啊，你講呢那是背鵝雞，講啥啊？學嘢係你It depends on 係咪鵝雞在哦。冇，你那是。但是伊個鵝雞，但是有領嘅，就是伊個兵。伊鵝雞有八卦嘅，就是都 block 嘅。冇像嘅。所以伊 depends on 伊鵝雞係咪 drawing。伊學伊鬼仔講伊人，你人大咧就是伊人嘅elite member of 伊elite，甲要過伊厝啦，可以是平安啦。I think 伊個鵝雞就是伊個 color of 伊個 flag， 伊個波 ，right？ 對。then 伊個波有 drawing 先嘛？所以唔伊 drawing 冇咪個冇像啦。但是伊個鵝上加一個 triangle 呢，然後有一個 dragon， 都是伊兵嘅機啦。就是你 elite 嘅兵。然後是八卦個冇像。鵝雞 square 嘅，你凹嘅，伊個 cloth 是凹嘅。and then 伊 middle 有一個八卦嘅。佢咧就是 block。係咩？伊就是 blocking 嘅。to block 嘅，就block 嘅，你想咩睇咩嘅？有行，無，你使學一驚衝到人，所以伊人用惡 block 掉。I see。伊上個人嘅厝係八卦呢啦，過伊厝啦。伊個真係好關鍵機。個只。有大嘅機就是。特別伊 color 無講 represent 係咪物件，是看伊 content of 伊嘅機啦，面是做咩？color 字，伊打咧，伊講個病嘅啊，關鍵嘅字啦。關鍵啊，講關鍵。誒，然後出嚟嚟。OK。然後有打咧就是 triangle 嘅，有打咧就是 triangle 嘅，特別長有啲嘅。有打咧就是 triangle 嘅，誒有零嘅嚇。all this color 都是伊病嘅。都無相 color 都是無相嘅，無相 function 啦，無相嘅病 ，and also 無相嘅 function。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ลูกปอคีแล้ว complicated 啦ลูก即係ตัวมก็ลูกเก่าก็คุยสีขี้ลูกกับบ่มีควายเดียว我搬來巴魯誒呢，我哋 parents 住嘅位咯。都有啩？我搬來正啊，冇啦。冇啦。嚇，但我 so far 嗰個巴魯我是冇蝦米看到啊，但我會感覺到咯。嚇。你感覺到成個誒刺激啊！那款啊，那是有嘅。嚇，我有迄個感覺咯嚇，成個 maybe if 迄個人嘅厝有物件吼，我行到伊 certain area 我會 feel 到成個我會摸長啊是嗰啲啊，嚇，我會知咯嚇。成個我小妹咧啦。แล้วลูกตอมก็ลูกสิจะตีไปกี่คำบักเลยอ่ะสิสัญญากับกี่สังกัดบ่มีขวดหรือ
那大汉咧，那无必看得到去。我嘛唔知我。你無就啲去阿爸講看吧，我唔知你冇去搞到看吧啦。有啊，我嘛就是有去梅陽講咧，我俾佢話看曉，但有一擺唔知叫咩物件，轉來叫我寫我咪照啦。特別我唔知嚇有，特別我根本就冇 effective 啦。有可能伊淡薄呢，做到淡薄呢，特別都少誒，可能哦。你講南西嘛結敗咯。我冇南西咧好料個。把照咩行來天河路物件來啦。哦 ，gift 嚟就是 talent 嚟嘛，路一直一步就是步了嘛，這種物件，唔是特人有物件嘛，免掉啲看咩啦。關係的好。Leave it natural 啦，leave it natural 啦。誒啦，頭會驚咯，頭會驚，normal 誒，แล้ว鬼啊關係啊，冇數啊。呀，男仔都講是叫成日我。另外啊，我 boyfriend 啊，伊就是伊上加南西加即個下面本嚟看到。誒，伊會刺激，伊會 feel 到嘅就，and then but 伊啊，伊對患那嘅款啊，伊用嗰個油啊、燒啊，前面水了啊，伊洗個啊。逐擺我若是去蝦米新嘅位啊，若是伊自己咧，伊甲我講行咱走，有前暝我看電視機啊，伊迄個來插亂伊啊，接伊啊，互伊走出去厝，走個，互我掉車鏡，喊佢你講我聽，即兩把講過誒，來，你個這物件講下，了，伊走出咧厝啊，落雨手啊，走到真正遠，互我掉車鏡安怎伊。啥日鬼呢呀？我叫我車，我換我車去坐伊啊！哎喲，伊衫個淡個咧，我問伊講蝦米事，伊講無啊，伊講迄個人接我講伊有接我厝。接啥物事？我唔知，我問伊講伊有接我厝，伊講迄個人接伊，我問伊講人，我人去住我厝啲看電視機，我問佢伊有接我厝哦。伊講伊有接來啦，來叫我了。我出來，我走回回，可以人可以調到啲厝。แล้ว阿青姐，如果伊接伊啥物意思？接是來接伊下。我唔知，伊講迄個人叫伊。哦。叫伊徛起來了，像迄人成日真正迄個物件真正惡安尼款。所以真係來做亂這邊啊！伊走出來，走快。哦，哇！這我冇聽過啊！你個這物件講不出來。我唔係話你冇聽啊！伊講成個男仔講呢，講這個是一個河路嘅講，伊 to use the words 啊 ，you must embrace this gift。and then 用啊 to 求人都袂使用。做派嘅，你嚟做派，喺人嚟，喺你物件嚟辦路嚟做路，勤科。我有一個，我捌去一個我嘅高等嘅頂到時有一個 dog 嘛，我去看，伊是誒阿 dog 來啊，阿 dog 幾個數小笨笨啊？阿 dog 幾個？sorry 啊，把路打無人走出去。嚇，唔要緊。你小笨笨幾個數啊？我同你講就當叫我講掉一個，所以我就去伊個 dog 咯。即係 dog 是伊講一個查某乜成日看到咯。伊講伊頂到嘅時，伊真驚。你看到物件時真驚，你是伊會知講南西伊會成個，你在伊會 feel 到成個。你講你知講唔知什麼你就注上邊死啊，是在做係咪物件？你 feel 到嚇，伊就成日看咯。แล้วอีกองอีตัวเสียงกับตัวหันเนี่ยอีตัวตีไปเสียงใหม่ขี้ดูจ้ะอันนั้นเขาเรียก ability แล้วตัวกาอีจะจี是อีป้าอีกองอี看到อีป้า唔知อี看到ป้า是อีใจ講搭住อี身軀搭住ป้า成個有數啊อีใจ成看到อี講成惡打อันนั้นเขาเนี่ยตัวอี身軀呀一成บูอันนั้นเนี่ยอี成個อี成個講อี心臟啊冇好事อี講อี看到อี下邊我伊心臟下邊烏呢，咧伊就講，伊就甲爸講啦，伊爸就去看陸軍咯，有時就講伊有啥心臟嘅病啦，然後
如果係是去，講伊冇路個 start 成個 embrace 咯，伊講伊變做講伊買成拍冇去，所以伊當今啊，伊是甲伊嘅做嘅人少，伊是成個bắt入伊做嘅點啦，所以成個bắt入伊 healing 點，伊是專門是去看 identify 病咯。伊講伊看到就係家庭啊，就得咯伊看到。我每誒，有輪啊，陣時我會聽嘅筆卡，想伊卡。又實嚟啊，難使。佢就係接住，佢係聽無啊，佢聽無了。冇啦，伊想有名啊，有啦，無係有。接觸。俾我，白鹿俾我，白鹿俾我。白鹿 OK， 白鹿 OK， 但係是個仔接觸。我頂高白鹿講起我上條節嘅，我頂高貴，我係啱嘅一個伊安哥貴先啦，了我人是甲伊安哥是 quite close 嘅，了我是20個貴前有拄着伊安哥，了後尾伊甲我講第話本真奇怪，伊甲我講伊是有心臟病，了伊個有地球嘅人來，了我看伊啉咖啡，我講你有啊，你身軀啊，你看你啉咖啡咩？了伊講不要緊啊，我本。give up 啦，後面甲我講嗰隻，因為唔想去人嗰隻，我本食下咩食啦，咪插我可能。頂嗰個意思嘢咯，有時去啊了，我去看去嘅白樹咯，我去看伊小妹這邊，去觀察看伊時，我行碗加觀察時候，未教過下，一行碗呢，一教呢，我係卡吼。一下真正聽咗，聽個袂驚去，我係卡者。喲，聽個袂驚。得一百。西推嗰邊噶。哦。西推因為有地就，唔是 angle 落下卡，啊妹西推嗰個。咖啡 OK。咖啡的心啊哈。唔是 hit。的心啊。而家後尾變咖啡，後尾推啦，後尾白啦有白嘅。我會亂啊，亂捌聽一個啊。若是咧人愛差不多啊，有病無病啊，伊若是especially 有病啦，伊若是差不多愛歸心啊，伊會親情做工歸心了嘅啊，對來啥來等伊人，亂捌聽。捌聽過。哦，唔係，即聽人講啦，唔捌聽講家己嘅 family happen 啊，你講嘛？等陣我俾妹南西啫嚇，南西你講你卡伊你聽啫嚇，你講是唔是伊背後你再講伊經驗，伊是唔是坎坷啊？什麼？做咩事？你講咩？你係領㗎？伊你卡聽到？因為我係爸本身我。望到就係，跟住個講句，你個接觸啫，你先。我對啦，我。當然我看，看咩講？哎呀，不得對。嗰邊踢掉啦，不對啊。擺踢到路咧喎。I think 冇關係，I think 是 connection 嘅事，唔是你 WiFi 嘅事，I think。係咯，白鹿誒。當然 OK，正嘅。你佢勁做數，你勁做嘅啦嘅。唔是我徛喺我摩頂邊啊。當然喎，你徛喺摩頂邊出，咁樣隻狗依嚟借你摩頂邊。比較是 reading area 嚟，我借啲我 reading area。OK 啦，你當然明嘅，你講。所以我唔知人。去看房，人冇甲我講，然後我是40九字嘅時，我就 before 49字，我下面跪我爸媽，我成日講跪。有對。你講你爸爸哪來冇講話了，係咪物件嘛？49字，伊是有甲我講。對。伊有甲我笑，甲咱有甲我講。然後愛我100字，我過下面跪伊咯，過下面搞個100字嘅時，特別100字時吼，我看到伊。伊嘅手，伊毋是手，伊總之伊身軀有血嗰陣哦。我看伊身軀有血，咧特別伊無甲我講話。我叫伊想無聽到你呢？伊無聽到我，想唔捌我去了。了伊行走，伊很行，自己特別看到伊身軀有血嗰陣。了所以
我妹，所以我較在原來我小弟有去看房，แล้ว住你小弟有去看網佢你爸。看房特別是清明嘅時我知，清明嘅節就是我係巴士一年啊。哦，所以你小弟是8日嘅時有去看房。應該是，我唔知啲時間，แล้ว我個人燒檔格，我就人家檔格係燒，人俾隻檔格，我唔用知你下面人嚟，因為檔格有寫字嘅嘛是做嘅。咁我講即係咪？你講檔格，你做咩燒檔格可以？我因為人去看房，我係爸講伊卡聽，伊愛檔格。哦。啊，伊卡聽，伊講伊愛檔格，安尼看。所以人燒檔格咯。伊講伊無夠，伊講伊無收到，伊講伊累，我收互伊嘅吼，伊講伊無收到，所以我只人收較濟累互伊咯。成為嘅事，伊講伊無收到迄個累，我今日收一項嘅互伊，我收 iPad 互伊。我叫 iPad 收，因為我定位我淨係想買 iPad 互伊，但係未俾互伊，伊就貴錢啊嘛，所以我叫我買收 iPad。所以伊講，因為伊講伊卡聽，伊看房嘅事，然後我看到伊身軀有血，可能是伊是愛甲我講伊卡聽哦。應該是。你唔知感覺到你卡聽到底下邊是唔知是你爸到底下邊嘅 actually。冇，唔是伊唔捌。唔捌嘅 ，OK。我是講，我sometimes我是聽講，伊人過新嘅人，伊人若是有喊物件白聽，啥物曉，伊做你感覺到嘅。是做伊嘅哥。住家。哈密蛋，我可能啊。唔是啦，唔是我係狗。阿 John 我係狗。想要古代炸過嘅狗啲我。係炸過嘅狗。你看到你阿仔是唔是？可能阿仔啦，可能。你看伊困起啊就。伊有影困起，伊食力咯。伊困落久咧，當真我手係酸啊，都知。我是攞掂掉伊啊，插伊。唔使啊。唔使我。我妹孬早講親戚來找迄個。我妹咪講啥？我係高檔啊，我人有一個 team 啦，那是人發病啊，是蝦米啊？人來報了，我人就 pray 咯，念經咯。有一擺啊，就真少年啊，伊是 form 4呢，就無理由伊念筆時啊，伊無好事，伊帶落訓講伊有代志啦。所以我人去，毋是去念經咯，一暝做念經了，我要。對是我甲伊媽甲伊爸講話劇點，了伊媽真啊sad 咯，我甲伊講安啲都放心，伊講無，伊講我係後生要去了，伊講無，伊講我係後生要去了，我講你安怎會知？所以咱其實愛去是毋是咱家己會驚嘅，伊講無。伊有 certain things happen to 伊。伊講the night before 伊後生要困嘅點聲，甲伊嘛講媽咪啊，阿公阿媽阿姐講啊，等我啊。所以講我安怎會知？伊講我會看到伊人嘛喺房間邊啊，伊人佇橋邊，伊人佇笑。是信用到啊！伊講伊，所以伊知了。伊講伊後生差不多，一禮拜過了，伊後生就過身了。哇！我有一個 question 啊，親戚，即個人before 伊過身嘅時有跋倒無？有蝦米跋倒啊？有跋倒嚇。無嘛，伊困床嘛，哪會跋倒？哦，就到 bedridden 嚇。伊有kidney 嘅嘛？人平時啊，伊食無好時間，真快咗。แล้ว一禮拜，逐禮拜伊就要去，伊人就要載伊去 dialysis 咯。係咪是你妹呢？到入頭？有
Utalang OK，这类我 experience 啊。Utalang啦，especially 老人无 reason 无行，suddenly just 拔刀安呢，就是 usually 就是高注意了。That means 點上高啊？哦，老人啦。冇吧，即係你風波呢嘛？但是人看病，我未有講啦。然後我再講就是有大嘅 cases where 成個阿公阿媽阿祖 all those people deceased 後伊人來 visit when I visit 哦。然後我再講就是有大人咧，就是望到或看到，有the elders pass away 了，伊作國嘅了有來。But 迄個人就是 quite healthy。In that case 咧，就是 maybe 有一個劫。我咪哦，係咪是劫 ？Sorry，係咪是劫？劫就是一個 hurdle。哦 ，OK。一個 hurdle 或一個 obstacle。哦，人就是 according to Taoism 咯。These I don't think. I think that 有三個劫。有三個 something else. So once you 伊個劫 the last 劫未過嘅，所以你看你跳過佢個劫咯。所以有大人就是伊 encounter 有一個劫咯。所以伊喺做講俾人話伊啦，要大人伊可以改攰啦。Sometimes 人 healthy 人好事。Tapi let's say let's say 一個人少年好似無看病無行，然後 suddenly 講，哎呀，我望下邊我講我媽來找我，講人哋愛 company 來找我。If that is the case 咧，啊？你會寫斷去。你講你講係咪嚟係咪？ OK，let's say 一個人一年 healthy 嘅，看行嘅，看病無關。แล้ว伊紅險看到望到伊講嘅嘛了。然後 suddenly 看到either 講阿媽，還是把住看到我望到瞓嘅時望到。了是係咪事？And咧，也伊會講阿媽，or even 伊嘅 relatives 啦，let's say 伊 ever to pass away。講真係 lonely 啦，lonely，係你去陪人出嚟去，即係 case that means 係照顧啊，即係人你唔應該 pass away，so 即係物件咧，但是有安尼 scenario 咧，較好咧，就是去問講先。because 那是講伊有病有事了，是要去差唔多，要死了，是伊安尼可能叫你，就是在講差唔多9點聲啦。Yeah。So it depends on case by case。所以人愛帶你去啦。It depends on case。有大人我再講就是a bit personal。OK，我大約答，即個就是我係厝嘅人嚟。OK。但即係冇上嘅 case 啦，唔是作工哦，唔是係啦。即係就是我厝嘅。即個人咧，就是看病，叫真係病，你即個病咧未 cure 嘅，OK，跌到就是 KO 嘅。terminal 啦，所以即個人看病了，就去 hospital 了，almost a few days before 即個人開始嘅時。In hospital 有揾部 another 家己出來人已經過掉這個病 ，OK， 然後這個過掉嘅病人咧，在啲 hospital 看到這個疑難入來，到啲窗仔飛出來，然後坐掉到啲面窗，然後。tapi 來咯，唔是
唔是奇奇怪怪物件，我just 看到隻囡仔背佢，啊囡仔就來跳去，you know you jump from one place to then like 哇就是看病啦，然後大 a few 冇咩，你啊走出去，但係這個唔是鬼仔哦，這個唔是錯方仔哦，這個就是紅，紅光來落車來哦，就是是落車啊。So depending on scenario 哦，你唔是伊冇死咗，看到你一個人死咗。個人 still alive 啦，對。哦。你講，但係你的看病人 of course pass away 啦。哦，所以你講唔是你旁邊人看到啦，就是別人另外一個人。別人看到，個嘢人 ，OK， 明。個人看到，看病人就是in and out consciousness。哦。以前個頂陣時我咪是到啲我真係到對其實我係8入咗罐出來叫。然後我咪是去GH 一大 GH 前年咯有前年啦呀，然後依頭 because 先是到啲嘢 biopsy 做到啲 biopsy 是到啲 GH 嘛，then 伊 bleed 咧未 stop bleeding 就 admit GH 咯，所以 first few days 是我到幾大攞罐出到啲 before 我酸嘅時到啲 GH， 伊嘅表層就看咧。我變咗白伊人去，伊巴伊波啦，伊波就好講咩話那就波，然後伊硬咯，伊硬咧就黑時時，我就想講我看一看咧，我是 feel 到講伊差唔多會定咧就，伊直 oxygen tank 嘅嗬，咧伊是成直講伊成直成餐啦，直就勤考咧，伊直發燒，伊講伊發燒直未退啊。邏輯咗就，然後伊拿來拿，就來是伊拿來時直講，我一直失念經咗，伊係 patient 啦，然後唔再講咩Allah，我上面啦，你講咧，直講咧，好似我講試我看差唔多被點啦，然後我到下時我到 transfer 翻巴去飛機到度啊，班隊，對到去即係班隊嚟咯，然後時我咪是。我 because I feel 只 close 嘅伊咧，下邊嘅幾耐 patient 都就 because 我特咩，我人個人我知道下邊困嘅嘛，所以變咗我講哇，我成日 feel 到只 close 去咯，然後我就坐喺巴去，我就真正歡喜坐喺巴走咧嘛，是，然後 because 伊下邊 GH 上面冇拍水喺做後面物件啦，所以我就被 transfer 過去班度咯，因為 on the way 走嘅時 ，before 我走嘅時，我走去解伊諾傾auntie 講講。goodbye 啦，แล้วสิว่าตัวแล้วตัวเจ้าแล้วเนาะเจ้าแล้วว่าตัวอีเกีย on the way actually ตัวที่เดินทุยลำบินเนี่ยสิว่าจิบเดินทุยอ่ะจ้ะบ่อีเกียจิบเดินทุยอี看到我แล้วอีก็ว่าไงก็อีไม่ว่า Facebook 我講有 Facebook 我ไงก็ว่า名我幾吹呢度吹到我到 Facebook 會แล้ว add ว่า咯แล้ว係สิคิดว่า exchange phone number 咯แล้ว before ว่า對 US สิว่าป้าชุด already ชุด hospital แล้วล่ะแล้วว่า有去吹係你 auntie 咯ก็講伊辦咗，你話 follow up 啦，我 follow up 我唔會講伊 husband 人咗，所以講伊 OK 啊，但我好多對啊，但我去時伊正線啊，就咪驚咩啊？我嘅驚，我就 feel 到係時我看伊聽啦，我直直想，伊成日自己 hallucinate 啦，然後自己講話，可能我想差唔多被點咧。delirious。有道理，都是人歸心嘅是無應該歸心㗎。冇夠點聲啦，係是。冇，伊個點聲也未夠過。就佢上家一個 case 就是，這個人就是病人嚟，到啲 hospital ABC，唔係講住多隻 hospital。我睇衰人咯，我係超。所以，這個病人到啲這個 hospital ABC，然後阿妹是，所以伊 share the next bed。So the next bed 嘅人叫 X 伊講伊看到蝦米物件咯。So X 講 ，so wait， 看病人 let's call X， or 啲 hospital ABC，
OK？你明講咩 hospital 名使哦？我嘅 confuse 個 A B C 個 X。你講你冇想嘅，你特別講冇想。hospital 名未使講。我知我咪你講 hospital 特別。聽伊個故事了 ，I think 你來 figure out 到之類啦。OK，所以我咪講到一年。嚇 ，OK， 咪講一間 hospital 就係了。啊 ，so X 話 hospital X 係人嚟，OK， X 係人啦。然後 Y 個是 another patient 冇相來 ，another patient。OK，yes。X 加 Y 都是 equals Z。dangerous 啦，OK。但是伊人攞片，但是伊個 hospital ward。hospital ward 係咩 ？Now the whole story 都是 K 加 J。Y 係 recollection。阿 John 點啦 ？Y recollection，OK，Y recollection，OK。X 加 Y，OK。So，即個 X 人好時講話咁係行咁樣，但 normal 啦，patient 講話，我半行。And then 像阿美困到 X 困嘅是困過，我話咯，特別 Y 嘅困。因為困特別真係冇心嘅咧，未困，所以 try to force 家己困特別目睭開淡薄啦。看到這個物件，這個 entity 上嘅 shadow 呢，有一個曬嘅面啊，曬，有曬。我就係講頭路啊。係咪 lion 嚇？一個曬。曬是 lion 嚇？是啦，曬就是 lion 啦。啊 ，lion 嘅面 ，OK。啊，一個 lion 嘅面，特別一個 figure 嚟，特別有曬。所以咧，一個曬嘅 figure， 一個 figure， 啲寫 X 嘅名稱。寫了，Y 看到淡薄。在派學校，所以帶唔在，所以帶去困。The next day 是 XKO 啦。喲。So 你講whether 這個人行到過去呢？該過去。安怎？engineer。曬，係咩事？做咩事佢就曬咯？冇明白。或者收人哋講話滯啊！哦，幾多錯？我知，我知啦。哦，我知，我點解當你做間嘅佢？我知。Because like security guard 嚟嘛。哦，阿 John，係咪？阿 John 白藤半北講佢即係歌數嘛？我會記，我知啊。啊，要講咗即係 story 嘛？哎，這啊，豆嘅基地真好嘅哦。基地豆嘅你知啊，邊啲學嘅物件，佢都阿 John，你個扣1,800呀 ，John，個不興話咧。嚇，係咩物件？咁啊？你講咩啊？咁樣話百多。我唔知你講咩，等陣你講咩，我聽唔到豆嘅你講咩？你講你橋你1,800個會興咯。哦，橋1,800個會興。做咩事？我橋1,800啊？哦，我講你講橋1,800個會興哇！冇，我是講1,800興哇。So OK，咁樣有冇講百多嘅few sensors 啦。然後我一點先是我會來這邊讀冊嘅時，我啲白話物件，我有講咧這個數。我聽到砰一聲大聲，所以我想哇，還沒數，所以我咪找出來，我喺房間找出來去看。我看了，誒，這是我嘅媽個頭殼，我嘛是阿媽拍我多，頭殼。然後我問阿媽話，你按照這類教育，你咪哪會巴肚誒？嗰時教育真係 solid。哦，然後問下係白多，然後我阿媽講唔知啊，你白多啊，然後我企住我看我阿媽進來，我講都去這裡個，伊個沙發啦，movie another sofa 了，我 call 我
relatives 咁樣咧。Because 我係 after 八到咧，我係媽上加講嘅呢。哦。上加not really BB 啦你。哦。像 BB 啊，佢講 BB 呢。So 我 call relatives 咧，我 call 我按กันแล้วก็阿媽八到搞掂先แล้วหลังกันแล้วจะไหลแล้ว so that time ว่า會嚟 US 嚟喎 so อีหลังกันแล้ว嚟อ่ะอีหลังกันแล้ว take care ว่าติดไปแล้วแล้วว่า about leave the airport แล้วว่ากับมา講มาไปกี่ก่อนแล้ว so 第時นะว่า唔在啦好啦ว่า嚟啦 so 我只係我背上我背年係乜鬼事啊？即係就是 one of five 啊。then the other grandma 是想嘅咩咯 ？the other grandma 做咩嘅if I'm not mistaken or 到底未曾困，然後 suddenly 滑落嚟，滑落嚟了，佢哋人阿媽過嚟，所以特啲 relatives 佢哋去看咯，即係冇成日，一嚟都是一個阿媽啦。所以佢哋去看了時，我去教我當見到 US 啊，所以我教我是說講，阿媽唔從阿婆咩？所以我講按照婆多，然後我 describe 下我按照，然後我想。就係差唔多。我搞掂先了。所以我搞係講阿媽搞掂先了，錄咗了 better to be。So about 1 or 2 weeks later，我阿媽冇啦。你啲錄係齋嘅，我唔知。你係齋都係乜到嘅？係咪？錄對曉看，唔是講我近日齋呢，普通人我唔齋。But normal 大人應該唔知，但係你對看，你對 be very observant。我是比較你到我哋對個咩？我唔敢去到啦頭，我敢去就揾到咧，要伊上個呢個人滑倒嘅是無理由會滑倒嘅。OK。你知我哋講咩冇？我哋做啊 ，intentionally 滑倒咗。大雞你死啊！大雞你死。我看到有新人入來喎，新人。好啦。我這 Jenny 是這樣，然後就看到美蘭，我愛你。我是 Mary 邊。Mary 邊。歡迎到對來 Mary 邊，我係記得名。Mary 邊有幾個誰講嚟？就是假設有幾個小寶對來啦。來 Mary 邊嚟。喂，阿 John 啊，我講拜拜了嚇。來佢哋好 ，Good night，thank you，拜拜。拜拜。個林會來啊，林會來。แล้วOK，來 Mary 邊。所以這邊講是頂佢我做工這個位咧，伊是寫一個 shop lot 咁樣啦，特別寫一間 shop lot，所以做一個 office 咯。特別伊個 location 呢是講邊啊是 jungle 來啦，無人住啊。這是到幾位？Selangor OK。So after 做工了 ，then 嘛是有淡薄 friends 啦，就講 same department 嘅啦，我咪講人有一名人了做工了，人後尾人就講together 啦 watch 一個 ghost movie 啦，所以我就是講 OK 啦，看一個 ghost movie 較好看咯。而且我本是在講迄邊無講真正清氣because 我 office 有人會看到這塊物件啦，特別有咩特別買喊啊，人所以講無啦。特別你行過你會 feel 到嘅，就講 something is not right 啦。所以我是講 OK 咯，我講而且有5個人講 OK 啱嘅，我人做工了你看幾戲咯，所以咪 select 一個戲咯。
所以我甲人講，人佢咧真後生啦，20幾歲呢，我一人誒較老啦。所以我講 OK， 我要看李心潔咧的愛啊，迄個 story 是 quite real 嘅啦。我讀過人講，伊個 director 有做這樣嘅 research 啊，所以 whatever it portray inside a story 是真正正嘅，所以我講台灣真正好看啦，所以 OK 咯 ，together 嘅咯，咪是去迄個 conference room 咯。所以我嚟 open plan 嘅就 open plan 嘅，所以 that means inside conference room 你會看到外口伊是 glass 嘅啦，規個 glass 嘅 look from 頭前看到後尾，所以真 quite big 啦，真大間啦，所以 from front to end 會看到嘅。所以像我人5間嘅對 office 咪是。咁咧就去房間咯 ，OK， 做物件，咁咧係水啦，夾物件嚟食咯。所以halfway 看嘅時啊，suddenly 我聽到一聲 window 冚啦 ，boom， 就翻咗，真大聲。So then 我諗咪是講 just look at each other 咯，a bit 奇怪咯 ，because 佢 office 冇人，像我人5人嘅嘛。然後冇理由 window 會冚，如果我人到啲 first floor，and 呢邊冇人嘅。Then because 驚看嘛，所以 continue 啦，免插。冇插嘅啦，特別啷，嗰人聽到本啊。我人嗰人聽到，但我人一人都唔敢講 ，we dare not say anything，just continue 看。After 看啦，佢再等佢一擺 ，boom， 然後就你會知講是人想講人搖佢個 window 冚嗰度。未了個嘛咧去，所以咪 just continue 看咯，看到了咧 ，actually it happen 3擺。window 冚3擺，但係我諗看嘅是 number one， 我諗冇開 window 嘅 because aircon 嘅位嘛。So the question is， 一個 window 做一個 window 開冚咧，and then 冇人到啲 office， 所以我覺得真驚。After movie end 啊 ，straight away switch off， 對厝。我 usually before 我對厝我去捡物件啦，我唔敢啦，冚咩冚開個啦對啦。So actually 我感覺迄邊伊個 area。是真垃圾嘅啦。迄個 conference room 我本捌 experience 過，我人到 office 我人是做安怎講啊？我做 photo book 做 canvas 嘅啫。所以我人係迄個 canvas 真輕嘅 ，I think maybe 50 gram 我細細嘅啦。我咪是 conference room table 真大嘅咯，我係到啲 table 咯。伊 canvas 啊，伊唔是講暗暝就下晡上咯，3點4點，伊會家己加入嘅。Yeah， 伊是 shoot 落來看。伊家己 just 加入落來 ，and then 伊唔是講，伊如果你下了，然後歪啊，是掉去到啲迄個 wall 裏邊 ，maybe 伊會加入咯。特別伊唔是安尼看，我 just 下個 table right in the middle，伊唔會加入。Yeah。無風無咩 ，because office 嘛，人家咧靠住 window 嘅嘛。So 迄邊 actually 人講 ，because 伊真近迄個山巴邊，and then 迄邊無咩人啊，伊唔想講啥 office area 真濟。真濟 traffic 啊，人 foot traffic。所以真陰咯，真陰。你 still 喺邊個？無做啦邊，特別有冇搬啦。講伊 office 搬啦。係咯，我特別我 experience 我感覺迄邊。唔知人講想講 ，let's say for example， 你一人到 office 啊，你會感覺上加 something is 看到路很好看到路。你有一擺本我去 toilet 啦，所以我嘅 photocopy 是邊啊 toilet 嘅嘛。我想講 ，OK 咯，去 photostat 物件到迄邊。當時 video 啱算咧吵嘅，特別冇教人講啦。伊個吵唔是講啥 normal 嘅吵，伊真正吵。哎呦 ！So is 想啊 ，and then I try to 想講tahan了my 鼻咯，tahan了 the breath 啦。Then after that，我 realize that 迄個鼻 is totally 唔是想講人放曬啦，你鼻就想 toilet 邊啊，唔是迄鼻，伊真正 strong 嘅伊個鼻。你知你哋 closest 伊個鼻數是安怎嘅鼻？哇，安怎款嘅鼻？我感覺係講嚟講。closer 係比上啊，誒都有曬到啲你皮康翻咯。哦，真正吵誒，你 really 然後別打鼾啊，伊比上 really until 我本身唔捌味到安尼款嘅吵味。哦，所以你未成個講意思即是成個屎尿臭啊，上面你無一直唔捌，伊臭味特別你唔知，伊是安怎款味，你冇味過嗰款嘅味。哦，唔捌味嗰款嘅味。
哦，所以变成 scary，然后yang try to 講做啥講假 bright 啊，那係個結婚啦，但係 I think 咁啊，你物件本是有對變嘅，所以阿妹 sometimes 就係講話啦 office 係 alarm 係 just go off 咁樣嘅，哦，但係阿來看無人嘅，冇行嘅，冇行嘅，所以就叫我 office。我到幾個是咪講講到 mute 掉，到 mute 掉，我講要開就對咯。有個只 can 啊 ，Jess 是住啊 ，Jenny 啊是。Jess 啊，哦 ，Jess 啊，到冇另外隻 Jenny。我是 Jess 啊，我一半工一半冇啦，當然。冇，伊 Jess 邊啊，只 can 唔知咩 Jenny 就 Jenny 哈，是 Jenny。Jenny 嘛，布拉蒂骨機嘅頭家數。Kalau benar je lama Jenny lah. 你是講條 Jenny 執八個月走嚟。Jenny 你是裝 ？Hello， 你是谁？新疆啊？我是新疆。哦，歡迎來新疆，你話名咩？會茶堂。會茶堂喎，Q 哦。OK， 會茶堂歡迎，頭一擺來。會茶糖或者會茶糖？會茶糖。糖啦，直接叫啊！阿多，阿多。阿多查某袂使講新椒了，新龜。查某是新龜，查某是新椒呀。啊，阿多你講要。來新龜來，新龜，按照吹到邊咧好見咧？人介紹誒。人介紹誒。哦，聽到歌啊？諗介紹啊？應該是有5年嘅嘅應該。哦，怪歌了啦，你歌個嚟參訪講啊？對。แล้ว你當然到邊咧啊？是到邊咧？哦，แล้วลูกคุยกับนี่ใช่ก็จอนกลิมกินไปอ่ะจ้ะ กลิม是啦咪咕มีกูจับก่อนนี้จับก่อนนี้เดี๋ยวเข่งจับเขาจับก่อนนี้กินไม่มีกูอ่ะกินมีกูจับก่อนนี้แต่เป็นจับก่อนนี้นะลูกก็ตั้งจีจับนี้so ไม่รู้สิงกุ้ย我是會茶堂你鬼告訴講來聽鬼告我冇鬼告訴我是來聽你是個聽鬼告訴啊對你自己冇驚你冇看到啊嚇我沒看到我驚看到驚個攤嚟邊咧好勁講嘛所以不到出去是咪就佢個大粒塊看到未看到個實體啊你驚啦特別個驚聽到對是咁諗會成日看咧阿多咧阿多驚都驚阿多你有鬼告訴講我真少呀，因為我邊啊咧，及時啊鬼看到滿走。你頭先看鏡咪看到鬼啊？嚇！你家己有但是，你話鬼告訴我啊，但是自己請起嚟特別面出去四邊先就看到鬼。前兩地個破喺度走。定到你冇咪講鬼個，定到你講鬼就是講到起動嘅，定到是走，你鬼嘅告訴講。有啊，一到細漢嘅時看到無頭嘅呢。哦，到看到。有一到在頂，人細漢10幾歲啊，到金峰啊，了就到去朋友嘅厝咯，到對面嘅咯。去看電視機嘛，古早出來就無電視機嘛，一金峰啊，準係朋友嘅厝電視機就真係八百。對，想去去大啦。可能叫咱坐面，咱們特別做夠犀嘅。有時佢看電視機，咁佢買嘢咁就會買。對，我做老仔會看電視。5點幾呢，就逼佢咁樣走去頭前坐上排隊啊！你看我上面啊。Ultraman。了嘛都看個後吧，10點幾咯就。10點幾啊嘛是別對咯。當然伊淡薄像啊河潮啊，你看咯，實特到我行過，有一個像啊球場啦。
แล้วยังแต่ตอนก็มีเป็นชิวจังจะลาสามเมแล้วนั้นก็บ่อยควันนี่มันเราคือ想ในเสียหันเนี่ยเดียวแล้วโดดแกสิขอเดียวว้าแปะๆเลยเยอะแล้วปัจจุบัน追看者對咁即係點講冇嘅喎เยอะบ่เท้า我同你講冇咁長เยอะ你看到伊一啲時你講看到白白伊是穿白衫㗎是白白而家成個煙啊嚇係咪白啦你問我講看嘢啲我咪嚟制裏面穿啲好喎穿啲特別伊是穿查某衫係咪唔知啦我都未看到啲 brand 咧暗特別你未看到是看到一個人影特別看起佢無頭嚇白啦特到一種嘅物件你看到你描你真係 clear 啦你想視 4K 咩緊呢上個上面你講成個 4K 嘅 solution 咩當然你 4K 冇是咧你叫咩啊3GRS 不叫咩啊即係頂到電話啊 format 啊3GPS 啊 3GPS บูบู嘅看到咧就安全啦，看到บูบู嘅走嘅放十六嘅咧，十六嘅咧有啲講仲要 4K 咩？個 3D 嘅嗰個計，攞個頭點喺度走。個 4K 個 3D， 哦，你看到咗？你一電人就係看到時間，你一人，我一人，你看到啊？轉啊！轉啊，走，都唔敢當然 ，because 特別貴嘛。走到對，嗰邊都到邊做嗰邊都看到我這邊姐姐講咯，講未出咯，佢講未出咯，因為跟讓那邊打波真厲害的，呢度叫神波啊，以前嘅七倍啊，貴個，搞我地落去搞，真係當個別死啊，佢又冇乜入嚟。แล้ว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จะทันในโอลิมปิก嘅獎嘅咧。啊！等下奧林匹克擺頭名搞個杯名杯了。你喺度前日就加貴啊？啊，冇唔是前日呢度治療 relax 咯。哦，以後你接唔出啦。啊 ，relax 樣度嘅就最後我練咯。練咗顧到，你看到我。有個仔唔加對。有就樣度陪我白白行去看下個島嘛。咩個冇咪加嘅看到冇嘢。哦，是冇嘢。啊，你冇唔加對。哦。你前面空因為做別困啊。哦。幾日貴啊？點破病正禮拜。車驚掉是。車驚啦，干那啥無打，古早驚貴。係啦。你話驚咯？當劍看掉嘛驚？當劍都冇驚咩？冇啦，當佢驚啊。當劍都看掉脆啊！誒未啦。錯啊！講。錯，講一個 case，OK， 早3-4年我在 company 嘅時啊。So the first day 俾做工，伊叫我去orientation 入面啊，大 care office 咯。So 伊是大 Glenmary 嘛。Glenmary 係 Glenmary 啊，蘇邦嗰邊啊。哦。了到。company 需要我哋 budget hotel 咯，你馬介接咩啊？唔知頭幾有聽到冇聽到？你見你邊冇咪看到，佢就冇接。咁特別啊！你馬路能播晒，你 sensor 你播先聽到咩？我嘅咩聲咪死？你邊未看到啦？見聲係真嘛？咩聲都冇咩人有嘅，而家有叫 apply trademark 嘅 copyright。嗱 copyright 啊？copyright 啊，啱呢。了到睡吧只 hotel 咯。了無路咪學我去㗎，伊每一個 level 啦，每一個 floor 啦。像啊 floor 咪你講只，只邊都冇咪爽咁樣，但係一直佢只大嘢那個 migraine 啊。哎呀，就長，了無關你了就頭困了就。嗰一般咩事啊？成個車嚟就。一看到白樣啊。對。唉，啲夢想去叉亂，伊無聲啦，特別是成日走。難咩？個可以到啊，無笑啊，是個辛苦個，是個頭殼聽講咩？那個 migraine 有個叉少少，而家。了到伊就話 become Christian 啊嘛。念經。咩就 pray 咯。咩就 pray？
哇呀！你冇錯啦，你。咩就 pray？你 in the name of Jesus, by the power of His blood, I command you to live now, you know. 講係走嘢，而家走去啊？走嘢咯。But to be honest, I become a Christian 嘅冇你夾佢，冇佢真係夾佢嘢。哦，呀。哇，嘢冇佢真係叫我未多，未有多，點解多？哦，安怎啊？下面物件，你是 feel 到感覺就講你有成日講用伊個寫 protect 你嘅時候，下面物件無相咧？唔知啦，but 我係 feel 到成日講，I'm not alone 咯，成日有人照顧你啊，很。有人照顧大佬啊，安大。啊，咩有大佬啊嘛，個揸冇堆大佬啊嘛，個揸是前一次，特別唔知個路邊嚟。係咩意思啊？個揸拜拜，就唔係啊拜拜 ，sorry 啊，唔啊 prejudice 啊 religion 嚇，是人經驗，成日嚟講咧嚇，咪誤會啊，冇得別人講個定 because of religion 嘅物件嗬。呢次嘅嚟陪你講講笑嘅啦，喂落嚟就唔是幾當嘅嘛，對。Now because of now become a Christian， 講但是甚至嘅嚟講嚟講咧 ，OK， 就咁個就係講事啊。像我借人講，我特登個人講嘅，人講是幾十年嘅。一甚至有問題是驚你阿妹落是上，咱實際上是拜拜嘛，墮落冇別個。特別咱未 feel 到唔知搞到是咩來哦。嚇，安尼借錢？對哦，安尼借錢啊，maybe 讓你父母嘅家己陪去，你去啦，一度個妹妹冇人嚟。誒，你問講啊，特別你講笑，頂即個日本導演嘛是有講定就是，講我伊只見過啦，伊只燒只隻硬講嘅嘛。伊頂到是伊特別本是講乜 Christian 嘅事，講伊講就是咩事神嘅，可能就是講伊咧未硬講嘅朋友，特別別人嘅講，你唔通咯，你邊個按嘅講，你問邊咧這先人講咧講，伊是下面物件本愛拜，下面物件本買就係講，然後伊講上擺伊搞佢哋伊邊啊，半年伊邊都就。哦，然後然後後尾放起啊是頂到是講到咧，唔得一入紅教咧是說一家平安去，咁會出來入面，呢啲拜上節啦係講貴啦，面家貴一個貴，一個那個曉就冇啦，我聽到兩年白嚟咩？就是啊，自己是攞到俾內人真係嚟出現啫。有啦，我個毛毛管咧，特別除啲貴度咗貴多班嘅流龜成個，未成個啦，都等等改 moisturizer 就未帶啊。一個免講一借咯，免講。Even though 我 last time 點先啊，我諗 before Christian 啊，我係做下面本擺咧，係多下面擺咧，講緊走講邊啲本嚟咧。我擺家但是阿妹細漢嘅時候，我唔是細漢 ，sorry， 我有擺啲囡仔係嘛，阿妹一聽到上嚟囡仔佚佗波啦，你看到啫。哦。แล้วก็มี條固定มี啲 certain part of the ปังเก่ง嘅啫。哦。學術嘅人嚟講，你講啊，啲都會有一個阿伯。有。嗰邊咩都冇看到阿伯。有驚，我聽到乜驚？我頭來往啊古厝嘅事。最大咯，因為嗰陣一個你知咩啊？你叫佢無電啊？無電有一道細漢時，我看到標上啊有人出來嘅，我呢個。哦。特別你食冇電幾歲啊？當然冇電幾歲啊！當然有電了咯，電嚟個電器兩隻咯，電到冇電啊！冇電幾歲啊？死慘咗，電到冇電幾歲啊？電到成咯，電到是成個位一個咯，成所謂教會嘅嘛。嚇，對，被教會咧，我記住。然後當然為老師時。我哋第四行呢呢度啊？你先係教會咯，教會啊！哇！哇！哦，一度係咩啊？咩樓啊？嚇，別啦，個少年我看到面，半你面是看個少年。哦，教講話好彩冇錯咯，我啲命俾掉咯咧，都冇錯咯啊！佢哋講。
誒，啷特別多。我講咩？我嚟自邊錯咯嘅，冇錯係。啷就是唔捌聽過，頂到嗰陣 episode 特別聽，頂到阿德是阿德你記頂到啷講嗰時落了後，個接落去講嘅，講佢咩？落咧個接落去講嘅交界嘅，講個別了。你見到啲，啷講係你你啷家己做嘅，你出字股嘅事啊？還是出字股嘅算好啊，咁了有啊，夠咗來啊。有啊，嗱到我有，我都看，我只 calendar 先嘅嘛。這是林林加即個金配做喂，這是一線堂。邊啲學緊 calendar 啊？對，邊啲學緊 calendar 是一線堂咯，一線堂二六三幺四姑五槍六椒七碰醋八虎九。八虎九鴨十蟹十一西十二三虎假如冇人制，哇好多人制，你笑啦！我撲機架到落海嘅了，呢個，呢架到咧，架到落海嘛，佢掉起嚟咯，佢撲起嚟個，被撲機咯。咱個一小人大啲博卡水嚟記哦，咁了成啊硬講啊，啷結婚了面啊，你可能哈哈，那個成路啦，唔叫佢注意啊，對，哎呀，我特別惡起來看了，哇，你我又覺得你要辦呢啲會人冇去看你古仔嘅物件嘅咧，如果上古嘅會不是你上長咧，人冇應去說嘅學會去。有個人有咯，有個人就對佢聽，有人甲我講用 email 甲我講，我把你個聽了個了落聽到 episode， 迄句 episode。喂，你可以在免講 record 做到對 episode 啊，古仔啦。嚇。冇呢 censor 嘅，咁解。當然我感覺，當然recording 都會計數本嘅了嘢咧。伊人嘅夾變數本嘛。係啊，佢咧計數本咧。你一班你走過嚟咧，坐咗嘛吉他嘅咧，走過嚟咧唔使。嗱，豆嘅咯。豆嘅嘛冇咩氣咧，一班。嗰個話咩名呀？豆嘅講咩你都不要聽咧。話咩名呀？佢講 memory 好，特別講福建話裏邊有。哎呦，香港特色嘛，香港是豆嘅嘛。咩嘢都講緊我啲病誤會啊！佢講。Bella, aku hanya kaya. Kiyaunya. Tentu lu berkengkong ya. Kan wah cak ni anak ku pindah kan join anak ku dah mau bicun. Aja. 等陣，講到未準嚇，就嘅我未รู้啦，你愛講成個話人，你愛講邊啲學嘅，你話到底嚟講啊？你會成日講，你聽你這年，你成日講對話人邊啲嘅學嘅話講你哦。Sometimes 咯，是啦。嚟你講，OK 啦，當叫你講啊個 the next few 1 minute 你講用邊啲學嘅話嚟講係啊，係啊。哇，媽開人係話啦，哇驚我都。我浸梅。啊，浸梅咯？你講浸梅？浸梅咯？啊，浸梅。浸梅。嗱，你講浸梅配咩？浸梅配菜脯。浸梅出。配菜脯。浸梅配。冇講係話。嚟講呢啲咯。嚟話，我講呢啲咯。你浸嘅啦，就聽講嚟，你浸咩？浸梅配菜脯。我就講咯，嗰時特色嘛，嗰時豆嘅嘛，再講未打鼾了，我諗唔理豆嘅。先呀，伊安怎看課本啊？伊不是真係 sporting 哦，見住。安尼鼓勵下豆嘅嗬。我諗住嚟講嘅嘢，特別往度大樣嘅啊。但係有啲你是豆嘅 identity 嚟，那是豆嘅冇講話呢，就唔是豆嘅。
就是講我咪人嘛，無人就未笑，伊就愛人咁呢。你咪掉啦，你咪人伊嗬，伊就激死乜咯？激死嘛！嗰啲琴咪是借咗邊一考了。都人呢名就好困。只股豆嘅冇嚟啊，又冇看到一隻股啊，個嚟到邊啊？冇啦，因為我出在我見到嚟做伊嘛。啊，是啦，我等下開始掃嘛個松。我見到嚟啊，咁樣我掃啊。掃去豆嘅啦。掃豆嘅，後尾有得笨出嚟個豆嘅。掃力豆啊！掃力豆係嘅對生出嚟啊！哎呦，咱該起步咯！誒，豆嘅我咪錄講幾個數，我估冇聽到錄幾個數。我冇幾個數喎。錄幾個數講我唔要聽下。我真係冇幾個數。อันนี้จะเบอร์ก็แถวเบอร์搞完了呢。我冇聽到，I feel I can't 冇啊錄啊我都。豆哥啊！豆哥咧就冇夾河。點解阿 John 都喺度鹹面嘅？我都鹹面有，我都鹹面有。超得尖叫啲個膽啊！我都講。你看我鳥，你看我喺做咩嘢？我喺度，哎呦！解崩咧，一搖解崩啲頭。你成個 parrot 呢？你就，哎呦！你西蒙蹦出來，你我得卡住看我。寶貝，why don't you go there? Come here， 大頭仔。咪叫我你西撥出來掉啊！喲，阿寶你西不掉？冇阿 John 都唔是洗湯所以被崩。冇看你極仔西撥出來啊！咱都俾上 BB 呢。但係崩潰。唉，誒，嚟講幾個數，嚟講個幾個數嚟講個。你估住新疆了嘛？咧？新疆啊，新疆誒，哦，嗰隻另外隻。Helen 應該是鬼嚟，之前大媽來，大媽名係去吃落，去吃糖，去吃糖啊！去吃糖。那 Helen 是裝啊 Helen？ 哆來咪。哦，哆來咪老焦啦，老鬼啊。來幾個數，轉個幾個數個。哆來咪有幾個數哦？冇做功課，所以冇幾個數講。冇做功課，冇 research 啊。先讓看到我目睭整我就了。學幾整啊？有啊，就拍唔多嘅你啊，你拍唔多你目睭定個。就係講一偷心人啊，冇人家看到佢邊驚。嚇！我唔知你講咩喎？冇相，係你目睭冇相，係你即係你冇相，即係學幾整嘅。呀！冇定選啊！乜仔佢過定選嘅啦。我有一個幾個數，來，我冇看到啦。我自己試嗬。我有一個朋友，伊住老官厝。แล้วอีตัวเส้นว่า text ไปตัวลูกคุณชูเลยปุ่นจีน่าเก่าออร้อยล่ะ所以就講話講一個ลูก會使來ลูกคุณชู看我我講會啦，但係我平時夾硬唔夾來啦，伊就叫我夾物件可以食，你知冇？我講未，我講阿毛是鄧人伊是荷蘭嘅。荷蘭係 OK。แล้ว我講即邊ลูกคุณชู冇學ลูก夾物件去食嘅，我同你講。伊叫我做物件可以食，我講未，伊叫我做 soup and all that，我講未做嘅，我講 ，because 啊，你袂使夾物件食會去嘅，你袂 chocolate 啦，你袂 biscuit，我會使買互你，但係家己煮嘅物件伊無互你夾去嘅。แล้ว伊就講แล้ว到尾時我阿妹時我要去嘅時，我就甲我係翁講，我講夾咱人去啦，看我去買。淡薄物件了去咯，嘛是夾啲 bag 入去咯。去了，要對來嘅時候，我去看呀，可以食了，我就要對啊嘛。我極少了，因為極少荷蘭極少都知喎。了死咯，下邊都冇看到砧板嘛啲哦。
แล้วตัวแกงแล้วคนไอ้อุจเลยที่ไหนทำเป็นnon genderอันนี้โบให้ตามพอจับบ่อยจับกันน่ะแล้วว่าใจแล้วว่าเป็นยาที่เคสเนี่ย拉沙場間冇幾長嘅嘢呀，我都唔加接呀，我都計講加白白接呢個孬，白白接咧，我唔加計講下面水，我冇幾長啫，我都講白白接咧，講乜嘢使白白接，我講出未使，我講我都唔是做咩物件唔對，白白接啦，免了點事啊，我計講安尼。我講伊特別一個砧板呀，白白接嘛是上着滴，咧就講唔要緊，我冇咪計講安尼做白白接。而家出嚟嘅時，你知我記住嘅時，我學幾做邊100多。呀，安怎啊？學車啊？我學車冇聽嘅喎，計大達呢。呀！我冇看到啊，特別我 rush。我車冇就教你計。長，我家陣我冇家己一人接去，你看，那時我家己一人接去，唔知伊出現哪面我看。呀！佢一間 hospital 呀。出名啊？冇唔是出名，佢一間老困處我捌去過，特別我唔捌去伊嘅即個 main hospital 嚇，我唔捌去 main hospital， 我去伊嘅小人嘅 hospital 啦 ，across the road 啦，我捌去 across the road 嘅小人 hospital，然後你一個，特別即個我唔捌去過，我呢捌去入邊加百爾啦，然後一到去嘅時。哇！你一拉三仔哦，我當然是巴魯加伊出現了咋，伊做啊頭殼嘅毛啊，你就你阿毛姑娘，徛個一厘一過就對啊，然後就知啊無好事啊，然後我都叫你講白白轉站法。喲，一厘，特別你自己就買路，你自己一路bằng啊。bằng啦，勁潮咧，我買bằng都就個有錢，幾我個高處就買bằng啊，我俾按照燒啲車位。哎呦！我就是學個就我啱我俾佢搬咗時，嗰伊買啊，我就叫伊嚟到講唔要緊，都家己。係啦，我直接是有你咯，對那時候挪位啊，我一做別話唔是一位。哦，大打，真正大。about 5筆子呢喎。有啊。5筆子。5打本就到底8刀誒。對。哦。一個我問個話 ，after 你嘅 encounter 了啊 ，the next day 哦，你看病冇？有破病啊未咯？大家拖下天啊，冇咩好事。哎呀，我甲你講啊，我最近我點頭殼痛嘅，所以我未記啊，有冇我唔知。哦。OK， 等我咪只看個物件講，同埋講係大蘑菇 mute 掉誒，同埋等佢對嚟佢物件講個大蘑菇，你個幾嘢？你家己看啲。大蘑菇係 mute 去，同埋講幾個水聲都冇去誒。大蘑菇冇聲曉啊，困去啊！別人個幾個數 before 小弟點波正啊，會使冚底啊。John 啊？個嚟講，你咩啊？你是 Mary 邊下掉？我感覺啊，是講你真正驚啦。The chance of 你看到還是感覺即 experience 到 is higher 咯，than if 你講無講驚啦。如果想到我鋪厝啦，頂回我水間厝，迄間厝我感覺伊是安怎講啊？如果伊厝只長啊，所以我逐回我一頭前，所以後尾無開花嘛，所以只暗後尾。所以我翁咧，伊是到後尾幫逐回做物件啦，就講做伊個工安尼咯。and 伊逐回有感，就講 experience 咗啦。แล้ว有一擺伊 experience 咗啦，但伊唔敢對厝就，所以若是講無人對厝啊，伊唔敢入來。哦，你 experience 咩？
伊讲每坎咧，伊感觉上有人行过，because 伊是阿妹房，伊到伫 kitchen 那边嘅啫，所以伊到伫阿妹房，佢是坐頭前嘅咯。แล้ว有一擺本是伊toilet本是對阿妹本啊，所以我 Indonesian maid 啊，伊嘛是去 toilet 長益咯。Then after that 我老爸甲我媽，我喺房間頭前啊，我喺房間內邊啲講話。所以一出來啊 ，Indonesian maid 因為我老爸，你咪說叫我啊，你講佢冇人叫你啊，你叫我，伊講我聽到是你聲，伊講我老爸聲，我聽是你聲叫我咯，我冇人叫你，我覺得這邊啲講話，係咪冇人行去也會叫你嘛？所以我感覺已經處，伊想，sometimes 伊比想講比，伊嚇人啊，特別伊會驚講佢哋人就講冇咪打啊，是不咯？特別 I think 我較 steady 啦，compare 較冰，對。because 較冰嘅人係哦，較冰嘅人，有時你做淡薄物件嗬，你冇啦，你講未必唔是啦，冇啦。你是驚就淡薄你都做 sensitive 啊，淡薄你都是講鬼講怪啊。特別就好笑啊，after that 我人。decide 講話你買一間厝到這邊啊，都看 everywhere 咯，看了，我甲人講，你甲回人報啦，甲偏嘛，所以有這邊伊起一列的厝啦 ，one room 啦，所以你有 two choice 咯，一個是你 face 望，啊唔是人望咧，แล้ว一個是 face the other side 啦 ，which is actually apartment 嚟咯。So because Facebook 嘅較偏啊 ，I think like 50千偏。然後就人講係咪數買俾佢哋 Facebook 咧50千較偏嘛？所以伊死本買啊，所以 at last 我人買 decide 咯，我睇下換掉一定出啦。And 嗱，比我感覺咧 ，actually 我看下這邊睇下外厝 ，those people who buy the house face 佢哋幫嘅，佢哋是 businessman 嚟。所以人講 I think 伊風水 is good 啦。because 較濟人伊個房啊，有風水好嘅位較做房地。我都唔知啦，特別我啱驚啊，伊所以唔敢。伊講伊講伊開窗啊，伊看到房，我講聽我就你講啲房，我想起我啲頭先講過，特別我到啲特別只出面嘅，我聽到讀我是紅教嘅嘛。แล้วว่าทักไว้เลยไปตึงอ่ะทักเลย Sunday School Bible School เลยเขาเนี่ยว่าสินแสนี่อีสิต่อที่อะไร叫做咩啊 Godlip Garden 叫做咩 Godlip Garden 是 Tentic 唔是 Godlip Garden 叫咩啊學緊話冰花邊啊邊叫冰 Godlip Garden 學緊話啊有啊嘛係哦康盛 Estate 康盛對哦唔是康盛會喎唔是紅盛會喎 ，maybe 是 Godlip Garden 嘅嚇，呢是冰花誒，哦不是，所以唔是另外一邊紅盛會是到底係咧位啊，紅盛會是即係Mount Erskine 特別即係到底冰花誒 COO 嘅邊啊邊，冰花是往 Eden 嗰邊，冰花 COO。你後尾冇看到望嘅，面前看冇到望嘅。對，所以 Godlip Garden 嘅第後尾去做是望嘅頭前嘅咯，伊望嘅邊啊啦。係誒 Godlip Garden 到隻名啊，未必冇人叫 Godlip Garden 嘅係，未必叫 Godlip Garden 嘅。到隻福建嘅名係冇啊。But anyway，伊度到底係咧 Godlip Garden 嘅第後尾做咯。你在 Godlip Garden 咧就按住期是到底 Godlip Road 頭前冰花路是冰花路是叫做 Godlip Road 係。比較嗰啲嗰啲灣仔騎士嚇，因為就巴登㗎嘛。伊巴登咧，你睇到灣邊啊騎嚇，巴登後尾巴登嘅後尾咪是個一擺處，特別伊個後尾個一條路嘅，所以到底後尾一條路，所以伊後尾每啊，我諗起伊處讀冊時啊，伊我才驚因為伊嘅結晶啊，你就開會啊，伊結晶呢個唔是講到底，你在諗結晶就係興。搭出去後尾邊嘅結晶啊，你在期間咱嘅地後尾去啊，然後伊有這些結晶是成個四半彎位，然後佢嘅搭出去就暫時主家位，你行出去主家位，你就開會，伊個四面盤
会撇起来个这边，伊就踢机，你再看出去，就是一个棒来着。伊真正，我那是春秋我会动到伊个棒嘅，伊个棒牌。แล้วอยู่เช้าในบองจิเลเขาน่าคุยในบองเลยขวดเดียวแล้ว所以你在那กิจจังบอกขามมาอีที่เนี่ยมาแล้วว่าจะใจชิกิแล้วกิลีเด่นสิว่าเทลังกองอีตัวมี一般就去嘅事อี講伊就紅教伊就冇相信伊講我就冇我叫你神父來 bless 下都 OK 了誒แล้วเอาไปสิอี冇教我人講啦我係學生伊冇教我講特別教我媽講啦媽人教我講伊厝吼阿妹嘅時候，伊把路搬入去嘅時候，伊講伊直直聽到人割梅嘅咋，搬梅嘅時候，割，伊梅聲咧，你聽到一聲到啲頭前梅，割，去邊啊去啊，走個去你頭前嘅頭啱嘅，走去，然後後尾，因為後尾梅啊，伊後尾梅就係開出去就是棒嘅，伊聲佢就四條浪膠就開梅出去就是棒嘅。他並唔係人拍梅啊，因為呢度頭嘅時，呢度成日都走去頭前看，人國梅時度一路看冇行，然後尾嘅時，後尾望佢國嘅時就淡薄刺激嘅咯，因為度去叫你神父嚟 bless 伊厝咯，嚟 bless 伊厝，伊神父本來講哇你厝勁咯，講只物件，講只 spirit 喺邊，所以就該 bless 佢啊，因為伊講 bless 過呀，佢係一站咯咋，冇嚟國會一站。你肯定個到對嚟，一 end 又個到對嚟啊！佢一幾日禮拜佢就講，伊看冇呢 regular，特別 start 到對啲講啊。然後步行嘅講特別未看到出去看步看到步行嘅時，聽到國會嘅咯。特別冇接來厝啦，伊冇接來厝，伊是 always 啲國卡啊，啲後尾嘅鐵門講，後尾是伊嘅後尾頭整嘅國會。Giliao, 我是多一多只股咯，我特別去走開始，我自己驚講，我可能開會嘅時候，佢就望佢哋隻頭特別拖出嚟，不是死，人嚟會唔會死去下死哇？你知啊 ，John？ 那是講喺嗰陣時有人割咧，就係冇割，喺嗰個冇關係咯。不，你見佢哋叫 lonely 就先啊。掂起啊，就係掂起啊，就冇關係。特別人講洪水咧，做幫為咗洪水往時就好誒。但所以就是伊尤其是就特別啦，即係你係咪寫未記 ？Mary 邊講誒你有當時你講做生理人愛大下子，你因為洪水入邊會就好誒。我。特別這邊呢，本有我搬入來時3年前啊，搬入來時我老爸甲老母大概一樣正換困的啦，所以樣大概 just 坐到佇這邊聽看戲啊，是樣做樣個物件。有一暝咧，我 father 啦，伊看到有人徛在外口，我人會激啊。然後伊講即個查某，像一個老查某，講一個老啦，像講 maybe 50歲聲嘅查某，伊舉一個bowl啦，一個碗，舉一個碗 ，and then 伊甲我媽講，我媽是阿妹，伊坐頭前，你看 TV 啦，伊甲我媽講，你朋友叫你啊，我媽講，是咩？伊嘛是我媽坐邊啊，你window啊，伊嘛是看咯，特別是在老人目睭無咪好。耳啊，冇咪聽到 ，not hearing not so good 啦。所以我 father 咪問咯，佢嚟吹下咩人 ，you know。So after that，我 father 講伊有音啊，伊有音咧講下面啊。特別冇聽到。冇聽到，我老爸冇聽到，所以伊教我媽講，你朋友叫你哦。你話媽媽是嚇，是咩？2點早起咗就。哦。And then after that，伊巴魯卡 realize 講，他那2點早起，然後伊嚟吹啊，佢嚟吹啊。Even 陣講是 neighbor 本無人要來吹你2點才去舉一個碗啊。So 我 father after that 我 mother come back 叫我喺樓頂啲困啊。So from 樓頂伊叫我嘅時，我伊 phone 我咧，我 come back 我起來，我開窗啊看無人咗，然後我看到我迄個 security guard 伫行落去路啦，伊路是一條爾，但我嘅厝是
伊是有 fence perimeter fencing all over 嘅，所以人袂講啥講，你袂使講 from 你房行入來啊，你袂行入來嘅。所以我嘛是走落來，我開門啊，我出去，我甲你講，你看到人哦？伊講無人啊，伊講你看到人，我講無，我講有一個人頭嘛，到啲外 gate 裏邊啦，先你行過，你行 from the end to this end，你到底有看到嘅嘛？如果伊把你 happen 呀，所以伊講無我無看到人，因為我起來，我奇怪，我啲想，咧我問阿 father，你看到伊行去倒落，伊講我看伊行去邊，就to the next house 邊就講嗰邊咯。Then 我想講。Maybe 是 neighbor 啦，我感覺 maybe yang be like 學我媽 something 啦，so OK 咯。我講唔要緊啦，讓 just take it as maybe 有人來咯。Then after that it could just happen again 咯，想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tapi 唔知是人叫 same lady， 我 father 講不是來 ，then 我 father try to 梅啦，then 我 mother come back call 我咯。所以佢看走出來看，不是無人做噶。哦，所以你爸看到，特擺你是你爸看到佢，伊咁伊 feel 就是哦，你媽媽看到哦。看到，特別因在後面人，可是你在外口正暗暝都無開會，那個2點早起無人㗎嘛。所以until today我唔知是後面人，唔知是人，還是唔是人都唔知。還是伊講後面行，伊愛後面輸俾佢一個無咧，後面。第二道一個行話啊，第二道個行話。有啊，這是這間厝啦，睇下啲大條嘅。然後我講，你當飲住看，我當差唔多2點啊嘛。冇啦，真係你冇啦。有時咁樣介紹伊翕好玩啊？冇啊，媽都有一擺伊舉 handphone， 我翕，伊講有我翕到嘅人，然後我看啦，我講到咯，伊講我翕那一條有嗎？我講都無物件，你翕那頂嘅 get 呢，無人。nothing 無物件。你看到 nothing， 但係你嘛看到有啊？冇啦，伊翕嘅是無物件嘛，伊講有人在俾伊翕，但係無物件。但係你問我講驚，佢無講。冇咯，我無講驚。如果我感覺 the last house，actually the last 2 house 我人大本是。我感覺有這款嘅 disturbances 啊，但我感覺成日是 is something very normal 咯 ，because maybe is staying in the same place with us 啊。嗱，都係大人啦，go exist。但係講，嗱講你看到佢物件，咪 invite 伊入來，哦，我入來，然後咪講咯，講啦，想 invite 啦，伊會入來咯。哦，你想可以 permission 嘅佢啦。as long as 你無招伊入來，我感覺是 OK 咯。OK 啦。OK。你講個夢啊？有人 I'm talking about 人上個人 graveyard 啦，真係一 grave。有大類物件都是 guardian 嚟。個夢嘅。伊都是 guardian 嚟。哦。唔是 not necessary 鬼，伊都是 guardian 嚟。But 人嘅目睭被 distinct between 即個就是合起來。我都講到，是我想到啊，伊嘅厝啦，伊有幾個囝4個囝，一兩後生兩查某啊，兩後生兩查某，伊嘅細漢嘅後生啊，會看到，伊細漢嘅後生講有伊看到，到底伊嘅頭前。伊頭前伊公包，伊是無邊啊啦，伊是干那你在擺厝啊，所以是頭前甲後尾呢。伊頭前伊講伊看到頭前有看到有啥有人到底遐邊咯，特別伊媽看袂到，我嘅先生看袂到。即個我捌，即個毋是我毋捌會講到着，我毋捌即個我捌讀到。From the internet 嚟講，人嘅 account 嚟，this thing 就是 in Singapore，okay， 這個 about 伊這個 temple 伊人拜大一拜，哈巴木像，所以伊哈巴木像伊會安來一個 guardian， 所以伊人會去請。So tapi 伊人無伊嘅虔誠，無 idol。So 伊嘅哈巴木像 try to describe
how the garden looks like. So ilang those shops keep show idol lah. So like they match the description lah. So after several trials, ilang managed to 做出来。Tapi idol is jenis fierce it doesn't look like human. So ilang mui what is this? So the Hapa Museum kau tu le tu si guardian lah. Kau tu le particular graveyard. So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lang baju kuai si we cannot identify whole or whole a pie or 对人是个啦像的是 entity 对人kalau tu是像的，tapi the other realm the other entities 伊拉会 identify 你看到较清楚啦，就人嘅 spectrum 就冇較無啊，冇咩看到。OK， 咱講到這邊先啦，差唔多6點鐘嘅行數。這禮拜咧特別嘅邊只看到飛機是裝嘅喎。等乜走去啊？到了青枝哦，了毛毛菇講掉毛毛菇冇講，一直出咧，一直出咧。了個有啦，到嚟咯，奧地都啊，了個美利邊啦。會茶糖啦，了哆來咪豆嘅個有嘅講藍對藍，了個大蘑菇加共一半件加大粒頭。OK，拜。南西對。แล้ว感謝下禮拜嘅再見啦，多啲嚟聽，感謝，拜拜。依家 ，OK 哎呦！我未見啊，我梗係未見啊，我未見講 Skype 會嚇，無啦 YouTube 會，頂住禮拜 episode 都未見看，頂住禮拜未見到，你 spring 定係啫，แล้ว subscribe 就 spring OK bye OK Skype 啦，新嘅 topic 啊，新 topic 記得嗎？問講都未見 record。係咪嚟啊？新嘅 topic 係咪嚟？